道为什么突然感觉好冷啊。好冷吗？可是现在是夏天。真的很冷。我有办法。好像不太管用啊。还冷吗？那还有什么办法让你暖和一点？我小的时候，妈妈都是用自己的身体给我取暖的。好吧，我带你去找你妈妈。不用了，你还是回家找你妈妈去吧。